今日同大家講日本嘅門後邊嘅世界。原來日本嘅門係一個個現實版嘅結界。接落嚟1分鐘帶你睇清日本嘅門，你將會知道千利休嘅茶室門要你學會跪，南禪寺嘅山門係要你學會空。而古城門嘅門係教你點樣生存。先 save 低呢條片，下次你去日本穿過每一道門嘅時候，心境都會有全新嘅體驗。第一，日本嘅古城門嘅上邊或者旁邊都有個矮嘅門，叫做 Kugurido， 唔係日本人矮，係因為入城如入虎口。戰時嗰陣大門會封死，特登開呢個矮門嘅話，攻城嘅士兵過嘅時候，一嚟減速，二嚟彎腰，視線受阻。喺戰場上邊呢個門就係生死關口。第二，寺廟嘅三門，點解叫三門呢？因為佢象徵緊3個解脫門，空、無相、無作。過呢個門唔係行路，係一種心靈嘅 detox。空，放低執着，凡事唔好去佔牛角尖；無相，放低虛榮，唔好再俾身份標籤綁架你；無作，放低焦慮，盡力之後一切順其自然。所以跨過門檻，修心，過咗呢個門，你就係一個重新覺醒嘅人。最後終極彩蛋，茶室呢個得60cm 高嘅Nijiri Guchi，據松屋日記記載係茶聖千利休當年喺大阪梅坊見到隻船嘅入口好有話 B 沙 B 嘅美感，所以照搬過嚟。佢嘅規則好簡單，眾生平等，無論你係威風嘅大將軍定係普通嘅平民，你都要放低把刀，放低身段，跪住入去，低頭先可以看見。呢個係千利休留俾世人嘅入門大智慧。總結一下，城門講生存，山門講覺悟，茶室門講謙卑。下次去日本試下用心感受每一次過門嘅份量。Follow Benny，分享俾你更多日本文化小驚喜。